一行菩萨不攻击之意，可以讲也是国王的无视最卑贱贵，亦不关无家不大之心，是个国民犹如此无，必前心中上帝七宝无足，何况衣食受用，福主地中若未来世有诸国王之婆罗门顶，无不下世，亦不延续乃至菩萨声闻辟支佛像，用处应但用用佛师，是国王顶当地三业为地设心，修行了落，又用依此佛师法义为用不改，是大国王顶有事业中上为大愿天王，福处地中若未来世有诸国王之婆罗门顶，无仙佛塔庙，亦指形象鬼怪怖乐，乃令不心受报，是国王顶亦自因办，亦肯他人，乃至必前人顶报施结缘。是国王顶一千心中上为专门王心，如是他人当报施者，一千心中上为小王心，建立有下流情或为用心。如是国王乃自人进行佛道，以此高度无量无边，福处地中。未来世中有诸国王及婆罗门顶，变出老边亦生善无，若一年间无大诸心，报施已有，因食无辜，处理难落。如是福利最不属于，一定要中上为正义铁柱，利益要中上为用一天柱。必定是佛经不的恶道，乃至一切心中你不闻可声，福处地中若未来世中因诸国王及婆罗门顶连续如是布施，业福无量，敬名为用，不闻道效，必定是佛。何况释凡专门之道，是个地中。普度众生，当无时刻，福处地中。未来世中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有用净消邪根，莫犯他人天路，此所为不可为路。福处地中，未来世中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有佛形象、菩萨形象。辟支佛形象、专门王形象，报施作用，必无量福，上来人天修行了落。若人为用不改，是人福利不可为路。福处地中，未来世中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有大乘经典，亦听闻一字一句，发闻众心，赞叹。有业报施作用，是人亦大功夫，无量无边。若人为用不改，以福不可为路。福处地中，若未来世中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无不下施大乘经典，心者报施作用，将内赞叹，恭敬合作。若无过者，亦规范者。修报严厉，亦度不先，亦肯道人，当用不先。如是因为三十善中，相为诸小国王，但不自然相为为王，还以善法教化诸小国王。福处地中，未来世中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。有法中所见善根，亦报施作用，亦修报他施，亦增益经典，乃至
如是现书，但名为用不改，是人共业先心中受伤了落。不但为用自家幻想，亦自心里面如是几个即三心受落。下一的来步，是个别状，不是因缘，依书如是。地神护法品第11，于是见到地神便不言：世尊，我将食来，将是顶礼无量菩萨摩菩萨，该是大不可思议神通地位，功德众生，是地藏菩萨摩菩萨有诸菩萨世观心中，世尊。是地藏菩萨有严菩提有大因缘，如文殊普贤、观音、弥勒，亦化1000心言度无量道，机关常有必定。是地藏菩萨教化六道一切众生所发世愿之所，如千百亿因菩萨。世尊，我观未来的现在众生。有所住处，有南方清洁之地，以土丘叠木自己康设，其中连所谓乃至金文当体做地藏形象，受污肉肉，将内暗含，是人付出这10种利益，分定为10，一者土地红肉。2者大吉平安，3者先王先天，4者现存一寿，5者所求事意，6者无随应在，7者喜好辟土，8者多转福报，9者出入行好，10者多行因。世尊，未来世中，你现在众生若有所住处方面，作如是用用，亦如是言，何必不言？世尊，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有所住处有处经典，即菩萨相，是人应转读经典，供养菩萨。我想力也以本心力。为何是人乃至水火盗贼大庭小庭一切恶事悉皆消灭？不过见到地神，如大事业，诸神消极，何况言无土地，失望如何乃至错误耍招，丢马的鬼，国力宝贵。将地有皆因入灭，有上青龙地藏菩萨因之书，如之功德，亦以心通，亦千倍相分地神。若未来世中有善男子善女人供养菩萨，即转学是因，但以地藏本愿经一书修行者，为本事业而用佛子。为一切灾害，亦不如一书，铁文不逆，何况灵性？会在入读何是人讲？亦有十观观想、诸天观想，用何是人？何况如是信言用何？该有强烈地藏形象，亦转学是本愿经讲，自然必然出于可海。正业动作，以是一个一大用途。见闻利益品第12，于是世尊将经文上放1000万亿大和尚讲，所以别和尚讲，大别和尚讲，随和尚讲，大随和尚讲。欲和尚讲，大欲和尚讲；知和尚讲，大知和尚讲；清和尚讲，大清和尚讲；
一和尚公大一和尚公，风和尚公大风和尚公，玉和尚公大玉和尚公，金和尚公大金和尚公，天文和尚公大天文和尚公，乾文和公大乾文和公，波轮和公大波轮和公，日轮和公大轮和公，月轮和公大月轮和公，中电和公大中电和公，海轮和公大海轮和公。有顶上放有是顶和尚公意，出微妙音，各诸大众，天龙八部，灵辉灵德。天王今日都离天中，清扬赞叹地藏菩萨，有临天中离的因素，不思议数，超性因素，正实地数，必定不退。阿妙多三了三菩提树，说是故事，回向有一菩萨菩萨，连观世音，将做立体，乌龟合众的不言。世尊是地藏菩萨、摩诃萨无大如意，怜悯罪苦众生，有千万个世界，化千万个心。所有功德的不思议微神之力，我们世尊有十方无量诸佛，研究动因赞叹地藏菩萨文，正是过去现在未来诸佛说其功德，又不能尽，向下有望世尊普具大众，欲清扬地藏业因素。为观世尊为现在以来一切众生，形容地藏不思议数，连天龙八部将利益福，不过观世音菩萨，如三个世界有大因缘，欲天欲龙，欲男欲女，欲神欲鬼，乃至欲多罪苦众生，闻入名讲，见入名讲，乱我入讲。赞叹入家，是诸众生有无上道，必不退转，上升离天，故修名乐。因各众生无不修习，如今有大慈悲，怜悯众生，及天龙八部，天魔宣传地藏菩萨不思议义的之书，如同地天，我今说起。观世音言，为人世尊冤恼欲明，不过观世音菩萨，未来现在诸世界中，有天人修千福经，有我世上天，亦有对付恶道之者，如是天人欲男欲女，当见上时，亦见地藏菩萨形象，亦闻。地藏菩萨的名，一讲一地，是诸天人专精天福，修大快乐，亦不对三恶的果。何况见闻菩萨，依诸香花，依佛因心，不贵应乐，过心享用，所得功德福利，无量无边。何处观世音？欲未来现在诸世界中，欲多众生临变中时，得闻地藏菩萨言，一生业因观讲，是诸众生因不念三恶不好，何况临变中时苦妙幻想，将是变将人下地载物，不贵以后，所谓地藏形象。耶稣因人异足之时，难逆见闻，地道幻想将下地不贵定，为以自心所谓地藏菩萨形象。是人若知一物，合修用力讲，先是功德行者度路，修命正业。是人若是业报命真，应有一切最重业障，合对福主者，
先书功德，愿终之后，即生人天，修仙了落。一切罪障，切界消灭。何处观世音菩萨，欲未来世，有男子女人，亦如何时，亦3岁、5岁、10岁以下，妄心无了，乃是妄心名义之类。是人年纪拥戴，事业无了的主观上，不知落在何处，生何世界，生何天中。是人有言所谓地藏菩萨形象，乃至文明一将一类，一日至7日，莫退初心，文明见明，将力强用。是人观想，加因业果。对恶事者，激动约束，成事男女名义之类，所谓地藏形象，将力功德。将功德，行者害怕，先立体用，修仙了落。是人观想，无功德，以先天修仙了者，即先是功德，专精圣意，修无了落。是人不言三七用，一将这地藏形象，两名义，万年功德，菩萨愿无离期。故是人观想心态，有人讲菩萨愿拜是的，亲也是人无诸世界见如观想，因为为人菩萨以下亲人，只有天日是人动的菩萨天所在高地，为是将心为好，天是一切风景。无诸疾苦，乃至因事不离魂，何况是应的菩萨无定性。何处观世音菩萨？欲未来世，有善人有善女，欲发广大之心，诱导一切众生者，欲上无上菩提者，欲出离三界者。是最定地藏形象，亦不明者，自心为依，亦有花明光，不为无亲，有有相类，是善男女人，所爱所行，应无旧态。何处观世音？欲未来世，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欲求现在、未来，千万的不断，亦千万的因素。但望为伊将类，有用赞叹，地藏菩萨形象，无是所愿所求，世界心情。何况地藏菩萨无大无比，有用无我，是人自用之地，菩萨无用之地。何处观世音菩萨，欲未来世，善男子、善女人。大圣之愿，亲心应用，万不实心，欲福欲伤，众人生，教示人生，传递传弘，动天地外，不能不伤。是善男子应修学将，以结交福，共大圣之愿，合相信。不是之人，不地藏菩萨名，应地藏菩萨相。
主理用，仪式不足，影响外道，极度密集，极度用水，家庭不安，万事不善，各种因素都来冒险，出门之间都有偏颇，无时也分地重名，见地重名，即时用业，也花大钱，是出不如意事，渐渐消灭，积极安乐，仪式奉献，难题事难了，现在难了。佛祖观世音菩萨，若未来世有善人前努力，一因提升，一因公事，一因信息，一因有事，日善人中，会道和好，乃至大水，一因养道，请先导人地藏菩萨以下八界，所会可以为心为好，有福自我，因不安乐，乃至奉可乐之主，一切都爱，不能顺之。不如观世音菩萨，是地藏菩萨，有养无为，有爱因缘，若善故自众生厌离的因素，并且力量说不能之。是个观世音有以心无心。